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2020年总统大选抽号码，民进党的部分由赖清德代表来抽签，抽到3号。赖清德抽签了后，嘛随接受媒体访问，做回来关心上新的讲话内容。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早。虽然目前是竞选的期间，但是蔡英文总统仍然忙于国政。今天因为有公务行程不可前来，特别由我来代表抽签。我们抽到的幸运号码是3号，代表3张选票顾台湾，英德配赢得大选，民进党立法委员的席次可以过半。在这一次的竞选里面，英德配赢得大选，主要的目的是要守护台湾的主权，维护台湾的民主。这次的区域委员的选举，除了老将，也有新兵，代表民进党一代传承一代，让年轻人也有机会扛起台湾的责任。好比站在我身旁的阮昭雄，还有谢佩芬。另外第3张选票，就是要敬请大家支持民主进步党，让民进党立法委员的席次可以再过半，然后更有力量。让蔡英文总统率领国人守护台湾、维护民主、建设国家，也可以更有力量照顾国人。敬请大家支持3号英德配3张选票顾台湾，谢谢大家，谢谢。可是昨天陈水扁总统他去帮李婉瑜站台，会不会担心伤害绿营的选情？其实一场选举啊，胜败是决定在自己。民进党团结，然后用尽一切的力量，再接再厉，我们有信心可以赢得最后的胜利。院长过去说过韩国瑜是奇才哦，又曾经跟他说，如果见面要聊聊武侠小说的令狐冲。可是刚刚你好像跟他只有握个手，怎么不想说有一点互动多一点？是刚刚，因为在中选会嘛哈，而且特别是其实时间也有相当的限制，所以我们是有见面，然后大家客气的互相问候，并没有多聊其他。昨天本来说林喜耀要来，后来改成您亲自来上阵，原因是什么？还是因为就是想说韩国瑜都亲自来了，我嘛得让苏丁啊？本来我有辅选的行程，那我认为这场抽签，因为蔡英文总统忙于国政，有公务在身不可前来。因此呢，我把辅选的行程给他推开，所以呢，我跟林锡耀总干事，还有阮昭雄发言人以及谢佩芬发言人一起来参与这一场抽签，表示我们对这一场选举的慎重的态度，也敬请国人能够支持我们。洪耀南说，那个蔡英文的选票会比2016年还多，怎么看？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不仅仅英德配要赢得大选，获得最后的胜利。同时呢，立法委员的席次，我们也希望能够过半。现在朱立伦已经接了韩国瑜的主委，现在会不会很担心说蓝营这边来势汹汹？是我刚刚跟各位所报告的，一场选举里面最重要的是自己到底有没有努力。只要我们努力团结以赴，再接再厉我们一定可以赢得胜利不会因为其他的政党有任何作为而有任何的影响。陈怡民被韩国瑜说要勇于道歉嘛，但是他的道歉文脸书上好像都没有讲到对不起或道歉2个字，好像被大家说没有诚意。你有看到这个文章吗？觉得他的处理？你说陈怡民就外交部的是，对我对陈怡民委员的期待，其实我已经有报告过了。那他是不是有办法诚恳的跟国人道歉，那就要看他本人的态度，我没有另外的评论。吴敦义说剥掉帽子只是小意外。这个代表这个吴敦义主席他这一个命令的确是在不幸的事件上企图获取政党的利益。即便呢自己政党的委员荒腔走板，乱象丛生，他仍然不以为意替委员功过是非。这样的政党这样的作为是不会得到国人的支持的，会让国人看破手脚。
所以敬请国人能够支持民主进步党应得配，也支持民主进步党所提名的立法委员候选人，政党票也能够支持民主进步党，一个守护台湾最负责任的政党。韩市长之前说他跟您是网军霸凌，最后一个问题吧。那你今天跟他见面以后，有觉得跟他很像？你说哪里很像？韩市长之前说他跟您是网军霸凌三兄弟，那这次见面以后，其实这个事情我已经有回答过哈，就是说，对台湾的热忱以及对民主的坚持，我跟韩市长其实是截然不同，并没有特别称兄道弟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也有张善政亲身来抽签抽到2号，两个人本来要接受媒体访问，落尾改用唱歌来代替。做回来看拄才画面。指挥。1、2、3。我们俩牵着手呀，选总统呀，选总统。嘚呀的台湾安全，嘚呀的人民有钱。就好像是两兄弟呀，为人民呀，我俩一条心。抱怨了，指挥，等一下，不要，快，再唱一次，再唱一次。好，我们再唱一次。太好听了，我们再唱一次啊！好，来指挥。好，2、3。我们俩牵着手呀，选总统呀，选总统。嘚呀的台湾安全，嘚呀的人民有钱，就好像是两兄弟呀，为人民呀，我俩一条心。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中华民国万岁！谢谢。另外，这方面赶紧继续要带大家关心，今日2020年总统参选的候选人来抽签抽号码。咱看到宋楚瑜的部分抽到1号，韩国瑜抽到2号，另外蔡英文抽到3号。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怡勇来带来了解。怡勇。好的，主播郭亮仲带你关注一下，今天在中选会这边早上的10点的时候，正式的举行了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号次的抽签。而紧接着，其实原本在早上9点43分左右呢，其实郭正配的韩国瑜以及张善政两人呢是一起携手的抵达现场，并且呢带着他的发言人团队，包括了有何庭宽，还有呢黄曼兴等等，以及青创团队一行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现场。另外呢，还有在9点45分左右呢，其实亲民党这边是派出了亲民党的党团总召李鸿钧，还有发言人虞美人一起抵达现场。另外呢，在9点45分左右呢，这个赖清德呢是代表了英德配的赖清德也是抵达了现场。而现在最新的抽签状况，马上带你看一下。2号。可以看到呢，李鸿钧上台抽签之后，他抽到的是1号签，代表了今年的宋瑜配呢，确定是以1号的这个号次来征战。另外呢，其实这个韩国瑜以及张善政两人也是一起上台抽签的，那他们抽到的是2号签。只是呢，在抽签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引发了部分的争议，因为在抽到2号签的时候呢，其实韩国瑜的竞选团队呢是有高呼口号的一个情形，但是也立刻被中选会的人员来制止。而紧接着的赖清德则是照了规定来抽到的是
3号这个签次。那只是现在呢，距离总统大选只剩下33天了。现在随着呢这个候选人的号次已经出炉之后，现在选战也是如火如荼的开打当中。以上目前现场就因情形，现场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议员，赶快嘛是在点上新来看到个人坐伫咧新桥互人讲，这是8号中华南药港就出现了这款的画面，拄啊好画面就当看到几落个人伫咧逛新桥，新桥顶面坐着的毋是新明，是一个穿白衫的查某囡仔。这查某囡仔坐伫咧新桥顶面，引起到过路民众目睭金金看。原来这个查某囡仔伊是有来历，伊是婚姻到高雄圣药港妈祖的机身。根据圣药港公主的讲法，这座新桥是用手工做的新的新桥。新明瓦架伫咧机身的顶面，希望会当来试者看卖敢有舒适，才会出现到这款真罕你看的画面。社会师来关心透早台南的东区少年线3间超商，互一个21岁细个查甫拿刀啊抢劫。这个嫌疑犯已经藏手半点钟来少年线犯案。头一个时间，和第3间超商的查甫店员因为汉草真好，无要提钱给伊，上尾干那抢到一间超商尔尔。警察5点钟来就抓到伊。穿着乌衫、戴着喙暗的查甫人进入超商，直接行去柜台，假影要去摄，煞对牌仔内底夹刀仔出来，讲要抢劫。店员看到惊一个惊倒退。他要拿零钱走，刀仔叫出来，来去下刀啊！抢匪要求将钱放入去牌仔内底，店员是真紧张，一时仔来揽收银机，一时仔伫咧柜台内底行来行去，都是无愿意将钱给伊。大声呛讲卖，互我无耐性，但店员同款勇敢，无愿意配合，一直到有其他的人客入来超商，嫌犯才来离开。但无想到伊无放弃，继续去后一个超商犯案。一间抢了，到过间迄间诶。后一间超商的员工比顶一间的汉草搁较好，看到抢匪将刀仔拿出来，伊嘛无咧惊，将球棒摕出来，搁大声抢转去，将嫌犯来惊走，嘛互伊搁一摆无得手。毋过半点钟以来，伊其实已经连续抢3间超商啊。超商因为它是隔着柜台哦，所以双方面是没有碰触到、没有接触到的状况。嫌犯看起来是真嚣摆，要走的时阵嘛是用行的。毋过3间超商最后只有1间互人抢走600块。警方接到报案，随着抓到人，找出抢来的钱，甲作案用的刀，最后以强盗罪来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这间真出名查某下骹手人的餐厅，团讲店长偷袭查某员工，伫咧换3间啊到行动电源偷袭去，搁再用手机啊 app 伫咧别位偷看。这件代志逼出来了后，店长伊讲查甫人假做假担当，也毋过伊讲伊无录影，5个被害员工拢听袂落，做伙甲伊告。上尾检察官因为找无证据，无甲嫌疑犯起诉。主用人清查餐厅员工，看见后做高罪的动作，请真侪人起高官，想袂到今仔含家己的查甫员工嘛挡袂牢，伫换3间放监控摄影机，甲同事偷袭。发现一个可疑的行动电源，而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偷袭的人，就是餐厅的店长。规个案件会逼出来，就是因为店长甲员工出国的时阵，店长形容甲行动电源放伫浴巾内底，佮反复讲有小可小度，莫去甲当着。员工想的感觉无对同，提起来看才发现，这是会当用来偷袭，佮会当用 app 伫咧别位监看的机器。员工一个回顾，甲别个同事讨论了后，才知影原来有6个人拢捌伫咧换3间看过行动电源。已经离职的同事，他有看过那一台，应该10个月以上。就是这款行动电源，各大网络平台拢卖1000到3000块，因为员工一直问，尾啊店长才伫公司的团体内底认到，毋若回失的，佮讲伊无录影，嘛讲无资格佮处理店内的代志。毋过文章一个抛出来，颠倒互同事更加愤慨。他一开始应该是想要让事情化小，但是第二题就告诉我说，他找了1位律师来抗告，这真的是欺人太甚。员工唔接受的原因包括证据无毁掉，认为伊唔耐用手机监看，嘛可能有录影。5个员工做伙提出告诉了后，想袂到尾啊结果煞是无起诉。里面都没有任何的影像。会判无起诉，就是因为无影片的证据留落来，变作偷看，毋是偷袭。员工知影了后，无法度接受，这个店长嘛，干那是换一个职位尔。尾啊，大家决定，甲规个过程拢抛去网络，希望会让提起大家一定爱知影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
平平嘛是牵涉到不实的行为。中华王经一个14岁读高中2年的查某囡仔，今年9月，被一个30岁性病的查甫欺负。事后，这个性病的查甫人，被检察依照牵涉到强制性交罪依法上班。不离个被害者厝内人不满性病的查甫人，事后含一句失礼都无，准安尼强压伊去学校来洗门风，叫伊着爱脱衫做强地替身，家己扇嘴皮跪落去。被害者甲伊厝内人爱亲嘴听伊回失礼。韩班长衫的查甫人跪伫校园的走廊，互边仔查甫人大下安尼来甲扒头，佮逼伊爱激笑面闭眼来翕相。小仔，我大个啦，最就歹啊！刷落去，爱伊甲外衫脱掉，徛伫个冷死死的运动场顶悬，家己来扇嘴皮，还佫爱伊做强地替身。生出来啦，定来啦！啊，你家己讲啦，你叫什么代志？甲你讲啊，啊你困个10外号的，安尼敢对？这个查甫惊讲去，互人定甲金死死，不得已才来甲找唔对。对不起，这查某囡仔爸母甲这查某囡仔厝内底，请恁原谅我。原来这个30岁性病的查甫人，伫今年的7月开始，就一直来骗说国中2年的查某囡仔，9月时佫去互骗说过手去。虽然讲事后性病的查甫人，互人只有强制性交以上，11月起诉，不过亲友不满讲这个性病的查甫人连回失礼都无。甲伊强制押去校园，逼伊就爱跪落去回失礼。民众动用私刑殴打该名男子，涉犯刑法第277条之伤害罪，而逼迫该名男子下跪自果嘴巴道歉，这是属于强暴胁迫。查甫囡仔互欺负去，亲友挡袂牢，甲这个查甫甲装出来，甲扒头佫甲刮嘴皮，逼伊就爱跪落来回失礼。爱翕做影片来甲洗门风，不过这个动用私刑的方式就是唔对。警方会根据这个影片，照强制伤害罪嫌，通知相关的人爱到案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人流浪面册社团甩讲来到桃园出名购物中心踅街，发觉一寡囡仔唔知天地几斤重，爬起一寡装置艺术顶面耍。时代伫咧边仔看到，唔那无看囡仔，搁在电脑一直翕相录影，实在看怪怪。看到的人看袂做会铺网络，铺上网络了后，讲有人受伤，若是万不离去电到，要找啥物人讨，到底啥物人该负责？黑色大型的插电艺术装置。就设伫个走道的边啊，有真侪这个囡仔看到了后，就伫遐爬上爬落，甚至跳来跳去。事当时嘛有家长伫个边啊，毋那无甲阻止，还佫真欢喜咧替囡仔翕相。安尼看伫个其他家长的这个目睭内，实在是真寒。有点不太恰当万一如果漏电了，然后也造成意外的话，这样有很主要一大部分的责任吧。会觉得很危险，摔下有可能会受伤啊。这是进前民众伫个桃园出名的这个购物中心踅街翕到的画面，挡袂牢甲传上网咧讲，若是电火珠啊破去，还是讲去互挂掉，甚至是去互电掉，还是讲囡仔摔落去，安尼要安怎咧？我是路人甲，我也会过去跟他讲说，这样不太恰当，你小孩子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如果没有标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实际来甲量看卖，装置的高度有120公分悬。伫影片内底的囡仔，假使讲若是爬到顶悬，一个无张持摔落去来讲，安尼效果是不堪设想。即摆来到购物中心的现场，已经有设这个警告的标语，嘛有有锁啊甲微调的，无要互民众伤过瓦大，就是烦恼讲会发生危险。我们确定安全无虞的话，当然会开放。那里其实是设有警卫的，我们会去加强巡逻这些事情。遇到家长或者是小朋友，就是做这些比较危险的动作，我们也都会去明确的警告说不能够攀爬。虽然讲业者表示会来加强巡逻，不过做家长要是爱较张持咧，就要甲囡仔甲看顾好势，要若无受伤是啥人要来负责咧？记者综合报道。网络买衫可能亲像阿婆放流大叉，这是高雄一个黄小姐伫咧网络替一岁外的孙仔来买衫，迄当时对方有骗互名讲衫的版型较大，寸尺可能有争差，结果伊收到衫了后，天差较地，伊本来注文的寸尺是81公分到82公分的囡仔衫，无想讲收到的衫含155公分悬的黄小姐伊嘛穿的，互伊也好去也好摕。事后厂商货甲赔嘛答应会当退货，黄小姐是按算讲过了身刷了代，无想要退啊，等囡仔大汉才来穿。高雄一个黄小姐上网络替厝内才做怪查某孙仔买衫，结果收到货了后，煞互黄小姐看一个眼气。我从肩膀比到，它已经超过我大腿了，那看起来就是像大人的尺寸，因为我塞得进去。
原来黄小姐讲上网络买衫的时阵，对方捌甲伊讲衫会较大领，想袂到收到的会是一领真正足大领的衫。真少甲看这两领囡仔穿的衫，雄雄一个看无啥问题，毋过摕来甲别领做比较，就会当看出来，顶面迄领是90公分长，下骹两领黄色甲蓝色的，煞是足大领的。因为含155公分悬的大人嘛拢会落去。画面一个无去网络，遂引起网友的回应。有人看到笑甲流目屎，嘛有人讲这根本就是大身人的囡仔咧穿的。还有网友讲，看起来爱去重新来了解有较大领的定义。厂商那边有跟我们说不好意思啊，退货太麻烦了，就专门在等他长大吧。落尾厂商对衫的寸尺嘛，感觉真实咧，讲愿意替换货，毋过黄小姐无要追究，伊要甲衫留落来，等囡仔大汉了后再穿。伫网络买衫风险较大，建议民众加参考各国寸尺的对照表，才袂有寸尺差伤侪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详细的消息来关心，国民党几位立法员顶礼拜来到外交部抗议，伫咧门卡口因为烧烟烧客有人受伤，其中国民党陈玉珍的立法员，伊传讲手互门夹受伤，互人送去台大病院急诊，也佮带入去重症病房。不离个陈玉珍说，互人经体讲伊前后搬去讨这医疗资源，下早伊冇上新的回应。详细情形，连续记者叶婷来查咱了解。叶婷。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陈玉珍、林奕华等人上周到外交部抗议，结果呢，在推挤之中是造成手指遭到大门夹伤，而送到台大医院的急诊室就医。不过这件事呢，也引起外界的舆论挞伐。陈玉珍出院之后，出面还原当时情况，说其实只是那时候夹到，并不是什么问题。我比较严重就是我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头一直很痛，已经痛了3天了。我已经睡了，从那天睡到现在，我的头都非常的痛。我睡了好久了，可是我头还是很痛。那一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头痛，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有那个耳石脱落，所以那叫什么阿莫尼亚症还是什么，耳朵就是会失去平衡啊，可能是这样子。可以看到陈玉珍的身体还很虚弱，讲话语气也是非常的缓慢。他出面澄清呢，当天并不知道台大医院的安排。他也说，如果造成大众困扰，很抱歉。不过呢，针对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嘲笑他10几次，他说人应该要有怜悯之心。以上记者长岛清新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另外，这方面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2020年总统大选号码已经出来，民进党派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来抽了3号，总统撰文人面册嘛拄则换上新的相片，伊话讲3张选票来顾台湾。总统撰文下早参加公务行程有上新的回应。因为今天这个公务行程是比较早上多一些啊，所以我们请我们的赖副总统候选人去抽签啊，不论是哪个号码，其实对我来讲都一样我们还是全力以赴让这个选举可以顺利进行，那我们也可以过关。总统，我跟您请教一下，因为昨天这个韩国瑜市长在他的造势场合不断讲说，跟他支持者讲说，如果您再执政4年的话，可能只剩惨。那总统你怎么看这样？我们执政这几年我们的经济是都在稳定的成长那我们的产业转型也都在进行当中。那我们在各样的国际平等也都有不错的成绩。那么同时我们在社会照顾上面，不论是老人的照顾，或者是小朋友的照顾我们都持续的注入资源，并且建立这个照顾的系统让社会照顾能够做得更好。那么同时我们也把国防还有很多国家安全的事务也都持续的在强化。那整个国家是在进步当中倒是高雄市民想问的、想说的，就是市场在哪？想问一下，总统有关这个国民党立委前几天到外交部抗议发生假手事件，还到急诊室被批评说是浪费医疗资源，然后韩国瑜还在急诊室里面说这个民调这部分。显然这个不论是韩市长或者是国民党对于整个这个社会对这件事情的观感的感受是有落差那
我想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不当的事情了哈。那该道歉的就道歉哈，那不要再回避这件事情了。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日本学者有提出来说，那个中国很可能会暗杀台湾的在野党总统候选人，有听到这样的一个情资消息传言吗？我相信在每一次大选里面，我们国安的人员还有我们所有的政府里面负责安全的人员，都会尽最大的能量跟能力来保护我们所有的候选人。那这个是一个国家整体必须要在选举的最后的阶段都要谨慎而且是严肃面对的议题。我想问一下，今年的那个经济论坛，然后工商界有邀请您出席，但是他们说，因为您行程太满，然后今年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回应。另外，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先来看到领空气来报道，海拔2000外公尺，宜兰的太平山透早低温是1°1，太平山庄无落雪，不离个查起的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件薄薄的霜，规个看过画面真迷人。另外，翠峰山屋有民众翕到云海，这个翠峰屋面嘛倒笑到那天，也有白云，景致互人学老讲真迷人。天气消息，继续要来关心透早强烈大陆冷气团，也有辐射冷却影响。高雄以北到新竹、花莲大东地区，拢总13个县市气象局拢是发布低温黄色的灯号。其中新竹的宝山透早低温敢若7°9，该在为日时起，冷空气开始减弱。一个出日头了后，各地温度慢慢起悬一丝啊。规台湾的高温差不多是23度到25度这卡兜。日时暗时温度差较济，特别要注意就是拜三拜四，东北季风会变较透。正方面，北部、东半部地区高温可能差不多是20度。另外一寡所在较会落雨，提醒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讲到大陆冷气团落南，气象局针对着规台湾13个县市发布黄色灯号，透早低温拄则讲到新竹9°7。医生特别提醒讲，温度无到20度的时，交感神经会较活跳，特别心脏太跳咧，脑中风胃出血，这个镜头风险就会比一般时间较悬。都要注意普通时的食食，还有穿较烧热的。若是腹肚痛，或者是倒位无爽快，找无原因，就有可能是心脏太跳咧，千万唔通放放放。香港讲到红记记的咸的火锅，互人看到嘴烂酷酷滴。天气冷时，真侪人拢爱食火锅，互身体烧热。毋过咸的物件食伤济，可能会互胃肠无爽快，更可能会出现胃出血症头。毋然安尼，温度若降到20度以下，急诊的患者嘛加真济。这时候可能本身血管相对比较脆弱，在舒张收放的功能相对比较差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管是梗塞啦，或者是有一些缺氧的情况。那这些情况就有可能会造成有些脑血管或心血管的疾病。挂急诊的人受甲温度的关系，普通画出来会是一条微微啊笑的线。伫温度较悬25度的时阵，感染型的病，像讲胃肠炎，另外还有外伤的患者就会开始变多。不过若是温度比20度较低，就会互交感神经较活动，像讲心血管的病、中风也是肺炎这的病就会较济。啊，胃肠出血病人嘛会得咧小可增加。伫美国做过大规模的研究，发现圣诞节甲跨年元旦雄雄死去的人拢足济。不管心因性、非心因性，目前认为跟这个交感神经兴奋有关系，或者是我们说一个 stress。一般在寒冷本身就是一个压力，会造成交感神经兴奋，就容易造成猝死啊，血压就会上升。普通时唔若爱控制三高，注意食食，穿好较少咧。亲像较侪岁的人、查某人，佮有糖尿病患者，伫心脏出问题的时阵，脚接偏、手骨会害，佮有可能会感觉痛。若是一直拢找无原因，上好也是去心脏科检查，避免病变甲愈来愈食力。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真罕咧看的保育类动物黄喉貂，某人讲是粗坑炭。药管处为今年3月起，头一届试利用无线电来追踪5只，判断因的生活惯势。结果无意中发觉讲黄喉貂细粒子摸细粒子，会规定做伙掠山球啊，发挥团队的精神。另外，检测的过程嘛去看到这个腊药台湾乌熊，会当讲是一空掠双只。稀罕的保育类动物姜仔虎。
看伊颔棍有一链金色的鬃毛，就亲像破筋同款。伊安尼愈来愈去咧绕场，还佫会激动哦，实在古锥甲袂讲直。伫今年的3月开始。药管处头一摆利用无线电，偷偷来甲因跟踪，嘛，互咱看到真侪姜仔好的私生活。这个研究大概有捕捉3只公的、2只母的黄喉貂，公的活动范围大概将近有16平方公里，然后母的范围大概是有6平方公里。有甲斗追踪器，姜仔好的习性个拢看现，互人感觉奇妙的是讲，虽然因有较细粒子，不过这个型真古锥，因头壳的反应嘛真紧。姜仔好会起规定的来攻击飞鼠甲台湾山猴。嘛是这个顶港有名声、下港同出名的姜仔杀手，才会甲号做姜仔好。黄喉貂它是属于所谓的一个杂食性的一个动物嘛，3枪被黄喉貂捕捉成，然后有死亡情形。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还会进一步做研究，到底黄喉貂跟3枪的身它到底怎么样？我们会去进一步的研究分析。药管处来公布这个丰富的成果，让咱来看到姜仔好的行大生活，也佫有准备特别的惊喜。原来这个计划真好运，嘛有去翕到左鸟鹰仔这的猛禽和台湾乌熊的影只，这个保育的成果会使讲大家拢看会到。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关心，这是欧阳高架桥可能会继续延长到苗栗。为了要来解决国道1号新竹这段路上下班时间总是塞车塞甲袂顶袂动的问题，高公局已经评估欧阳高架桥要来延伸到头份的计划，即马等交通部点头答应，请行政院来核定。根据这个计划，为杨梅到头份这段路头尾拢总39公里，经费差不多要开750亿，按算头尾要做6档的时间。专家是烦恼讲，这个计划敢会变做鼓励大家塞车，敢真是有需要？专家建议搁要进一步来讨论。每到尖峰的时间，国道1号新竹路段总是塞车，若是拄到连假是搁较黑，可能会塞到变停车场。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高公局出招，计划要将五杨高架延伸到苗栗头份。目前研究已经出炉啊，就等交通部汇报予行政院来核定。五杨高架是国道1号五股到杨梅的高架路段。根据计划，杨梅到湖口的路段会将路来变宽，若湖口到新竹采取高架方式，一条车道接到国道3号加东交流道，另外一条会继续来路南，要将新竹到路南的车流来分开，减少塞车的情形。若过了新竹到头份，就会用平面加快的方式，安尼通过线的车流就袂入去新竹，预估就会当分流30%的车。这个延伸的路段预估全长39公里，总经费差不多750亿，工程期需要6年。新竹的交通呢，主要的瓶颈下匝道的容量不够，可以改善一些通过性的车流。它延伸到那么长，要花39公里，750亿的话呢，可能要改善的问题跟它的效益，把它分析得清楚。专家表示，新竹路段塞车是因为交流道的车流无法度排解灰塌，规个计划要用差不多800亿。会当解决交流道灰塌，才真正有效。但是嘛有专家烦恼，延伸五杨关架定义是变相来鼓励民众塞车上路，甲这零减碳的理想有定达，钱是毋是会用伫咧对的所在，也佫有无共的看法。记者综合报道。随要迎接跨年，当年跨年的大出戏就是日出。台北市立天文馆才有经纬度，也有地理的关度，计算2020年各地日出的时间。其中本岛上较早的日出是伫咧花莲的新空山6.28分。另外，台湾本岛这个平地上较早的日出是伫咧鹅銮鼻，日出的时间是6.35分。伫咧这个区域内底，若是往东1公里，日出的时间就有可能会提早2秒时。想要来欣赏头一个日头拍曝光的景致。专家建议讲，上可爱比预报的时间较提早20分钟，安尼较妥当。分站当中，日头豆豆啊舞出头，迎接日出的美景是每一年元旦的重头戏。2020年，本岛头一道日出伫遮。台湾本岛最早的日出的话，会出现在屏东县的銮鼻，在6点35分左右。那曙光会在6点11分就出现。台北市天文馆按照经纬度甲地理的关度，计算出2020年每一个所在日出的时间。其中2020本岛上早的日出就伫咧花莲新空山，天气好6点28分就会当看到日头。若鹅銮鼻日出的时间是6点35分，是本岛平地上早。刷落来换台东三仙台，甲鹅銮鼻敢若差几10秒。新北市的三条角2020年元旦的日出会伫咧6点36分。往东1公里的话，日出就会提早差不多2.4秒出现。
那因为太阳是从东南东升起的，所以其实你越往南，比如说往南1公里的话，太阳日出也会再提早1.1秒再出现。同一个地点，一个四周围内底山顶动，日出的时间拢会有小可差，所以想要看到头一道日出的美景，专家建议上好拢要比预报的时间提早20分钟来准备好。但最后是不是会当看到日头光，也是爱看天公伯啊是不是肯赏面。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真罕咧看，已经等足久啊！这是嘉义的花海节，头尾两3年总算又过来啊！14甲外过花海的景色，请真侪人专工走一转要来欣赏。来的人嘛，骹手真紧摕手机啊出来翕，规花海的花开甲真旺，变做场面真大的花海。另外边啊有美食特产单位，为初一起，小连续2个拜六、礼拜日，大家有食搁有掠。伫咧港北花卉专业区上场，会当讲是离都市上晚的花海。正式开锣！东锣声搁再来响起，让3年2019年嘉义花海节正式开始。占地14公顷，大埔书局、百里草、太阳花，搁有油菜花，5彩10色的花海，为嘉义市加添真侪美丽景致。趁着天气好，全家大小出去佚佗，网红景点搁加一位。有没有？有。有没有说花海最漂亮了？还不错啊。还不错，怎么说？就是重回原本以前这样子，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民众拢摕起手机啊，行入去花海，敢若亲像伫咧仙境。现场阁有规划美食、甲农特产品的单位，有各种的表演活动，阁有古锥的装置艺术，互民众翕相拍卡，做伙来分享。在停办了3年之后，现在又再一次的回到我们花海节这里，把农村的特色找回来。美丽花海节回来啊！对初7开始，连续2个礼拜休假日，伫咧玉山路的港滨花卉专业区来上场，互民众体验农村的生活，阁有好耍 DIY 体验活动，有食有耍，嘛成做另类休假日佚佗的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第7是澳洲的国宝，若是歹起来嘛，互人足烦恼，和民众拢爱闪甲因为澳洲望年本这个乌日上做89岁生日的时，熊熊一只大只地鼠拢入来到内底，四界破坏乌白霜灯，嘛互伊过一个足无平静的生日。望年本只好徛喺后顶熊熊走一只动物入去，就亲像乌社会走入去共款。已经89岁，艾伦透早起来，本来想要好好庆祝生日，想要到看到一只地鼠伫外口弄虫啊。这只地鼠的脚真有力，跳甲足紧的。伊甲艾伦的后顶舞甲乱吵吵，大家拢密伫厝内，唔敢乌白出去。拄啊好厝边伫媒体上班，随抢到一个独家。It might be on the front page. It might have to be. It was going to be Christmas, but no, bang, gone. 厝主唔敢放风，赶紧打电话给动保甲环保遮相关的单位，警方嘛随派人过去。We get about 50 calls a day. And we respond to any calls, not just wildlife, any injured animal of any type. 澳洲人口超有2400万，啊地鼠有7000万只，人甲地鼠的比例差足济，嘛出现真侪问题。地鼠走入去人厝内事件嘛常常发生。艾伦虽望有好惊到，不过嘛度过一个特别的生日。Not every birthday is like this. But then, you know, I probably only turned 89 once. 地鼠是生物界拍无胜区的冠军，若是拄着上好也是较卖掠伊的。记者综合报道。过2礼拜就是耶诞节啦，世界各地拢有无共款的庆祝活动，像讲德国的德力书店先来推出这款长4公尺、重有4吨的耶诞鸡卵糕，讲是全世界上界大份的，嘛写真侪人赶紧来试验者。另外，波兰吉利威彩有一款全手工做的小型姜仔饼的砖头，这个面积有80平方公尺，内底算算的有237栋姜饼厝，也有巧克力岛小只火车来去去，实在足特别。坐马车，全世界上大耶诞鸡卵糕，伫咧德国的德力书店来上场，长有4公尺外，3950公斤重，分量真惊人。想要食一块，搁爱出动特别做的大鸡刀。Frisch, der ist mundig, der schmeckt lecker, einfach nur toll. 袂少的民众拢是鼻芳来的，一直讲鸡卵糕真好食，想要早转去厝分互亲戚朋友。每一块鸡卵糕卖欧元6块，大约是台票200块，小钱就会当买到幸福的好滋味。另外，伫咧波兰的南部城市吉利威彩是有一座姜饼做的耶诞小店。
这座姜饼小镇大约80平方公尺，内底有237栋姜饼厝，1座宫殿，甲上百个姜饼人。详细看，阁有巧克力岛的火车行伫咧内底。Zamek, który można zobaczyć u nas na makiecie, składa się z ponad 3,5 tysiąca cegiełek, które również były ręcznie wykrawane z dużego plastra piernikowego. 除了欧洲，俄罗斯嘛为着耶诞节咧模型，有一阵师傅长快马加鞭咧做玻璃装饰品。Tree is unique because of their old traditions, which our masters try to pass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师傅透过分柜，将加小了后的玻璃雕做无同的形状，上色水了后就大广告性啊！来看每一个新品，五花十色真古锥，摆起伫耶诞树顶悬是真适合。全世界拢伫准备要过耶诞节，你是毋是嘛有感受到过节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要看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卫冕这个选手是王冠宏，伫咧美国公开比赛游水摕到银牌，会当讲是咱台湾第一人。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他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说真的啦，如果今是李淑静的话，我会选林国良，不会选你。我之前喜欢女生，到最后通通喜欢林国良。那如果出现个女生，你刚好喜欢，她也喜欢，那怎么办？公平竞争啊，这才是真兄弟啊！你说到做到哈。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台语文千万字，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扫道网的意思，像讲甲囡仔扫头壳。另外，嘛当讲是用双手掌心合作伙来挖物件，像咱常常听到的就是扫圆仔。另外嘛有挖意思，像挖药膏，咱就会当讲扫药膏，也佫有扫猪油。嘛有安大意思，像讲去扫代志。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头一个就是扫圆，就有扫圆仔意思，就是甲主美的米册扫做圆仔。另外，佫有一个意思，就是乌白戳戳的，像咱讲扫圆地扁。第二个词就是扫草，代表规日的水田里用手来挽杂草。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扫草是真艰苦的工课，也毋过艰苦有时过。若是阮仔当过了后，就准备扫圆仔，过冬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扫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荷兰俄罗斯游水界名册叫做王冠宏，伫咧美国的公开比赛摕到银牌，是咱台湾头一人。Chinese Taipei national record, he's in second place. 伫水底拼死日游台湾游水选手王冠宏，测备伫美国公开比赛挑战查甫200公尺野游，拼要拍破纪录。Here comes Wong in lane number 3, trying to charge on the last 15 meters. 尾仔用1分55秒82的成绩摕到银牌，虽望敢若差一点点就会当摕到冠军，真可惜。不过王冠宏煞是台湾伫这项比赛内底吊顶的头一个人。比赛了后真欢喜，甲教练翕相。王冠宏这回表现实在真好，因为这项比赛水准真高，每一个选手拢爱达到标准，爱有成绩证明才会当去参加，嘛互这得赢来银牌更加珍贵。这个比赛等级很高，它有所谓的参赛标准，几乎都是在台湾的全国纪录这种水准。虽然没有创下全国纪录，但是也是几乎是他最佳的成绩。王冠宏今年8月捌伫世界游水青年锦标赛200公尺野游内底拍破台湾已经保持10年的全国纪录，嘛正做国内史上无几个有达到奥运 A 票的游水选手的其中一个。宏做游水界上受到期待的名声，接下来也开始做长期的训练，准备东京奥运，透过参加比赛保持上好的状况，希望会当为台湾
伫国际收水界拼一个好成绩落来。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手路菜要来看到团汤厝内加团的滋味怪创新招人客继续来交关。这款的汤头是特别用海大香菇，一个番麦控的火锅汤。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说真的啦，如果今天是李淑静的话，我会选林国良，不会选你。我之前喜欢女生，到最后通通喜欢林国良。那如果出现个女生，你刚好喜欢，她也喜欢，那怎么办？公平竞争啊，这才是真兄弟啊！你说到做到哈。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食饭时间，手路菜赶快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要团汤厝内加团的滋味怪创新招人客继续来交关，实在无简单。头家王树明以成师阿公的手艺，本来学设计改道卖火锅，汤头上海大香菇甲番麦控的，家己用发家的技术来试白菜，试出来白菜食起来特别脆，气味嘛真顺。搁再掺台湾乌毛的三层阿肉、红茄、配合的小羹啊，再海产落去煮，汤头啉起来搁较脆甜。咧滚的汤内底，规个拢是酸白菜，搭配台湾乌猪肉，下落汤内底回规个啊。红色的肉片就随便色，变做真水的粉红色。它虽然看起来油花很多，但是吃下去之后，它的口感其实不会很腻，就是会有 QQ 弹弹的感觉，就因为内层带皮的关系。不管是伊比利梅花猪，也是乌毛猪三层肉，油脂拢足招匀的，肉嘛真嫩，甜甜的肉汤内底，搁食会着酸酸香香的味。汤啉落了后，口味嘛出现变化，味肉袂啊酸，变作甘甜。我觉得它的猪肉肉质很好，然后它的那个皮吃起来很有 Q 劲，对啊。那因为我是第一次来，然后就觉得还蛮惊艳的，而且它内部的这个装潢摆设也都我觉得很高级。天菜红虾、好虾、干贝、三文鱼、蚵仔等等，澎湃海产一项一项下落，互酸白菜汤内底加一种清甜的海味。觉得它的汤头比较顺口，对，然后至于酸味的部分，就是不会很强。对，因为我本身就吃火锅不怎么喝汤类，但是我觉得它的汤就是还蛮温顺，就是我可以接受。人客讲的酸，唔过袂激的汤头，其实唔是传统的酸白菜汤头，是有加入日本京都口味的有头南的汤头，甲水香甲滚了后火浸掉，甲海大番麦香菇下落，头尾爱浸10点钟。会用日本的热泡法，是因为昆布汤底的昆布其实不能熬，熬的话汤色就会浊掉，哦，那这个浊掉的话，汤也会变苦。浸甲汤变作黄金色的，唔那清佮无拉沙巴，色真浅，味煞真香。等人客点菜点好，再甲现切的酸白菜下落。我爷爷千交代万交代，我们王家的这个酸白菜，每一条就是0.5公分。哦，那为什么是0.5公分？其实就是要让菜的里面的酸度完全的释放出来。其实王树明过去是咧做品牌设计，会今日去灶卡开餐厅，就是因为想要把阿公的好手艺推广出去。在我们家族过年最主要的就是酸白菜白火锅。那其实爷爷一直希望我们家族每个人都要会做这道菜，从腌制发酵这个动作。那爷爷大概在10几年前，一直希望说可以把我们家这道菜
翻光啊。王树明甲囡仔时代怀念的口味，甲伊行销的传统合作伙，互阿公的酸白菜猪肉火锅，若免做家族做伙食的一出料理，嘛会当互大家拢食到因兜组团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怎么样？来不来？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说真的啦，如果今是李淑静的话，我会选林国良，不会选你。我之前喜欢女生，到最后通通喜欢林国良。那如果出现个女生，你刚好喜欢，她也喜欢，那怎么办？公平竞争啊，这才是真兄弟啊！你说到做到哈。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我没有杀人呐！那当时死者在哪里？我不知道，没看到。要把尸体埋进土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跟郭豪生有关。你现在是我要我跟你解释我的不在场证明吗？我只是觉得不太合理。我拜托你告诉我好不好？你是警察吧？我想要询问一下，申请领养手续需要具备的条件。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大结局猜一猜，抽圆山大饭店双人住宿券活动，12月6号至1月3号，在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票选您心目中的大结局，按赞公开分享贴文，就有机会将圆山大饭店天际客房双人住宿券带回家。详情请上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FB 粉丝团。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今仔日暗8点到10点，请收看《忠孝节义》。玉妃娘娘，玉妃娘娘，奴才知道一个秘密，一定对娘娘有用的。这可不是通往新蚕殿的道路。你要带我去哪？奉令妃娘娘的命令，请您走一趟。时间就要到了，我可没时间看他。绯乱！你四处一等公爵夫人，到底要干什么？你害怕了？每周1至周4晚间10点，台视频道《延禧攻略》。感谢罗琳雅塑身衣冠名播出。虽然可能，只要你肯陪我饮一杯茶，这个钱就拢是你的啊！这个钱，我你去买人钱水粉，我比你较多，你今仔一定要赔本大也不可。我若听人咧比钱，我就真爱批输人，把黄金摕出来，去甲你牵着。是的，这个世上除了金钱、地位以外，还佫有情。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杨丽花歌戏忠孝节义。怎么样，来不来？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说真的啦，如果今是李淑静的话，我会选林国良，不会选你。我之前喜欢女生，到最后通通喜欢林国良。
那如果出现个女生，你刚好喜欢，她也喜欢，那怎么办？公平竞争啊，这才是真兄弟啊！你说到做到哈。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我没有杀人呐！那当时死者在哪里？我不知道，没看到。要把尸体埋进土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跟郭豪生有关。你现在是围绕我跟你解释我的不在场证明吗？我只是觉得不太合理，我拜托你告诉我好不好？你是警察吧？我想要询问一下，申请领养手续需要具备的条件。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大结局猜一猜，抽圆山大饭店双人住宿券活动，12月6号至1月3号，在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票选您心目中的大结局，按赞公开分享贴文，就有机会将圆山大饭店天际客房双人住宿券带回家。详情请上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FB 粉丝团。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今仔夜晚8点到10点，请收看《中孝节义》。刘妃娘娘，刘妃娘娘，奴才知道一个秘密，一定对娘娘有用的。这可不是通往新蚕殿的道路。你要带我去哪？奉令妃娘娘的命令，请您走一趟。时间就要到了，我可没时间看他。璎珞，你私厨一等公爵夫人，到底要干什么？你害怕了？每周一至周四晚间10点，台视频道《延禧攻略》。感谢罗琳雅塑身衣冠名播出。虽然可能，只要你肯陪我啉一杯茶，这个钱就拢是你的啊。这个钱，我你去买用钱水费。我比你较多，你今仔一定要赔本大也不可。我若听人咧比钱，我就真爱比输人。把黄金摕出来，伊甲你牵着。是的，这个世上除了金钱、地位以外，还佫有情。新闻上尾来看到秘鲁首都利马迎接耶诞节，利马大教堂用电火导影来讲感动人的耶诞故事，现场也佫有囡仔示范日的演唱表演。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怎么样，飞公奶？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将会被球打